天不但很多人来帮忙，连老天爷都帮忙。如果大家知道，我们其实几年前就在这里举办过一次，叫做当师弟遇到交响乐，但那一天师弟没有遇到交响乐，因为那一天下大雨，所以师弟跟交响乐那一天就没有见面了，直到今天才见面。那今天的见面大家也都知道，我想来之前很多人都很紧张，很多人传那个赖讯息给我，问说今天会不会如期举行？因为今天全台中市除了这一块地方没下雨之外，其他地方都在下雨。而且我跟大家讲哦，不能下雨哦，而且不能太阳太大，因为太阳太大，你们也热得受不了。今天完全配合的刚刚好，所以这个天公也很捧场，很给面子。非常感谢。最后，谢谢在我舞台后方我们 NTSO 所有最优秀、台湾最棒的表演团体，这些老师们他们精彩的演出。蔡其昌希望今天国台交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愉快的师弟的一个午后，我们大家在这里一起欢度这个美好的时光，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